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大家头先就来报认知。中国硬要推动香港版本的国安法，率引起香港民众抗争。中国人大委员长表示，讲这个法案一定要通过。在今日国内无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嘛放离精神科病院的探视标准，一个病人一天会当探访一摆。振兴县若要实行未排除好家人，而且民众先纳1000块，就当换到3000块的振兴美容券。讲到所有民众上界关心的振兴券的问题，国发会主委蒋明鑫也表示讲，振兴券方案未排除好家人，一个人若准先纳1000块，就当摕到3000块的振兴券。除了电商平台袂当使用以外，其他所在拢会当使用。也若弱势族群甲继续入户，会有另外方案来处理。国内疫情较稳定，经济开始进入振兴的阶段。政府上紧伫咧6月初会公布振兴券的使用规定，7月份会正式实施。国发会主委蒋明鑫伫咧公布这无受访的时阵表示，初步规划一个人先摕1000块消费，就会当换到3000块的振兴券，而且无年龄的限制甲排付条款。方向是，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个还没有拍板。但是是有这个建议，就3000块钱，然后用1000块钱去买3000块钱的消费券，然后不排付。对，全部的人都有，就是这是用什么？因为你目的是要促进消费嘛，促进消费的话是，不管是有钱人或者是都可以促进消费。蒋明鑫表示，振兴券除了实体券会当去邮局领以外，嘛有行动支付、电子票证、甲信用卡等等的方式来领。不过，袂当用伫咧网络买物件，爱伫咧实体的店面消费，嘛袂当摕来囤民生的物资，其他的消费拢会使，包括会当搭客停车、坐火车、高铁，抑个游览车。也若有弱势族群、甲中低收入户，摕1000块消费有困难的，嘛有另外优待方案。弱势怎么定义呢？就是比较中低收入。中低收入户是可以不要付1000块，就有3000块。这个会有一个方案。你就较早安尼发嘛，就是摕安尼去买安尼就好啊，唔免讲先开再个迄落安尼，我感觉很不方便。我3餐吃的简单，也不用花到1000块吧。一趟车有时候连交通费30块都没有。蒋明鑫强调，会规划用振兴券，唔是发现金，目的就是要促进消费，希望大家会当开始出门去消费，会当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有促进经济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在今仔日又原无确诊病例，而且是连续43天无本土病例发生。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台湾的社区相对安全，也对今仔开始放零精神科病房的探视。另外，喙安管制部分，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讲，上紧在这礼拜会做出决定，按算对6月开始会改做固定数量的订收，到时阵村内厂商会当自由买卖。国内连续4天零确诊，第43天无武汉肺炎本土个案出现，全台确诊人数维持在441例，其中有7个人死亡，415人解除隔离，也有19个人继续住院治疗。离地区隔离接触者也全数检测期满，头一摆归零。总共在这段时间里面，居家隔离有9308人。9308人，那其中这9308人里面有115位，后来是确诊为阳性，那现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案件数也都全部归零。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疫情平稳，社区相对安全。考虑精神科病房平均住院天数较长，为了减少病人的情绪变化，对即日起放宽探视条件，包含实地探视、采有药物制。访客必须配合量体温、手部的清洁、问旅游署等资料。每一个病人一天会去看一摆，而且上最一组2位访客，并且全程爱挂喙安。我们在加护病房还有安宁病房等等都开放。那既然我们就宣布在今天起我们对精神科的病房的探视也放宽那1天1组人以2人为限。而什么时阵会使解除卖喙暗的禁令？指挥官陈时中讲，从今本礼拜决定，预定6月起改做定额定收。除了库存量、占比量、加民生使用等，村内产量应由厂商自由外销甲买卖。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政府在今日宣布讲，对6月初1开始，市政府所管的场所会全部开放。不过，也是要符合保持社交距离、室内徛坪者，也阁袂当做伙用餐这3大原则。不过，高中节以下校园依然是无对外开放。另外，桃园市也宣布讲，毕业典礼、毕业旅行会当照常举办。对6月初1开始，审查通过酒店甲舞厅会当恢复营业。不过，新北市却是坚持讲，无甲酒店、舞厅列作是优先改革的对象。像讲青主管、老人的活动地点等等，台北市真侪场所，伫5月中开始小连续解除管制。副市长黄珊珊早起宣布第3波解封的原则，伫6月初1开始，台北市政府管辖的场馆，除了高中级以下的学校，原则上是全部开放。毋过有3个原则：第一是维持社交距离；第二是室内实名制；第三是无共餐，而且嘛放练活动人数的限制，互我拄500人放练到1000人，室内拄100人放练到250人。最重要的这个前提是，随时会因应疫情滚动修正。我们不再正面表列，我们就是如果依照这个原则是放宽的。若是进前，因为考虑到疫情，桃园市有47间国小、5间国中来取消毕业旅行。毋过即卖疫情转好，桃园市政府宣布会当正常举办毕业典礼，阁有毕业旅行。那既然防疫可以达标，那我们要尽量帮孩子来圆梦。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教育局通知各学校来举办。酒家跟舞场的解封，在现阶段也很难保持社交距离，也不是列为新北市优先解封的项目，我们会摆在比较后的阶段来解封。新北市的部分，市长侯友宜也是坚持讲，酒店、舞厅无列入去优先解封的对象。目前6都当中，台北、台中、高雄，还有台南的酒店、舞厅拢小连续恢复营业。桃园市嘛有条件接受业者申请复业，若是达到4项复业标准，包括博体温、人客实名制、维持社交距离，还有通过消防安检，从6月初1开始就会当恢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开始逐日稳定，国家音乐厅伫24暗时头摆解除封锁，由国家交响乐团拍头阵，开放500名民众免费入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董事长朱宗庆也表示讲，毋那两厅院高雄的卫武营甲台中的歌剧院也拢做伙解禁，一若其他艺文活动当时会当解除封锁，开始卖票咧。卫福部也表示讲，只要遵照防疫规定，各项活动都会当到解除封锁。大家等待真久，国家2厅院总算搁一摆传出音乐声。国家交响乐团用好听的声音开始2厅院的艺文活动。国家音乐厅甲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支持举办音乐会，开放500名额。不过入场进前也是要维持最高标准的防疫措施。测量体温，请靠近。放体温、喷酒精来消毒。入来会场嘛要遵守疫情指挥中心规定的采用梅花座，保持社交距离。伫咧疫情转好了后，真侪文化场馆小连续开放，2厅院嘛解封，举办国家级的音乐会。而且阁毋但2厅院，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董事长朱宗庆表示，2月开始，台中歌剧院甲高雄卫武营嘛做伙开放。台北国家两厅院，然后台中国家歌剧院，还有高雄卫武营。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就是照这个文化部的指引，然后就可以开始开放了。各个3馆都已经确定开放，若是其他艺文活动，当时会当解封专门来卖票。我认为是希望卫福部会当提出时间表。第一个就是说维持社交距离，室内是1.5公尺，室外是1公尺。第二个就戴口罩。那第三个是有一个间隔。卫福部表示，目前国内社区真安全，人甲人的距离只要室内维持1.5公尺，室外1公尺，而且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各项艺文活动都会当豆来解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4月的失业率已经超过4%，失业人数也已经有48.100人。有一寡就业服务站排队要办失业给付的民众，拢要排3点外钟以上。也若无薪假的部分，制造业搁再通报上千人，总人数已经有22500多人，企业数量已经有1285间，而且这企业人数也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
台北市网甲就业服务站出现真侪人，民众拢要来办失业给付，拢会去互通知排队时间需要3-4点钟。主计总处公布4月份的失业率来到4.03%，增加幅度是11年来上悬的，人数达到48.1万人。有纺织外销公司的业务人员指出，自从疫情以来，订单是减真侪，即马嘛变做雇主租垦的对象。他都是国外的客人，就刚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美加那一区，自己是觉得订单掉很多，但是他会用其他的理由跟你讲说不适合，然后他可能就找年资比较浅的开刀。全世界供应链受到疫情的冲击，制造业嘛小连续受到影响。伫咧减班休困、人工无薪假的部分，劳动部逐礼拜嘛修改通报的数据，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22500人，企业阁增加96间，全台湾总共1285间，其中干那制造业就加出1383人减班休困。不管是金属机电工业，或者是像民生工业这些等等，疫情的发展还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原本冲击上大第一波的大房餐饮业、批发消费业，通报减班休困的人数已经减少。根据了解，像讲 KTV 新住店嘛已经无阁出现伫咧通报名单顶悬。毋过新住店顶日发生生效无薪假，做落来开除员工自肯汇分期付款的争议。台湾劳工直刷警示，失业率会继续来变悬。毋过也是有部分产业当地欠工，建议政府会当趁这个机会来引导调整就业人力的结果，来应应这波真歹预测的就业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香港。中国月尾推动香港版本的国安法，却引起香港人民的不满。昨已经有上万人伫咧街头抗争，伫咧东螺湾甲湾仔爆发警民冲突。不过，中国政府却是无看重香港人的心声，在今仔透早也针对香港版本的国安法草案进行审议，甚至有人大委员长搁再强调讲，一定要互这个法案通过。催泪弹、险球啊、喷雾、水炮车，香港警察强势驱散民众的景象，搁一摆出现伫咧香港的街仔路，反对中国硬杀港版的国安法。香港人24下晡去街仔路抗议，伫咧东螺湾甲湾仔附近发生警民冲突，入暝了后也是无平静，香港人以行动表达不满。毋过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伫咧全国人大工作报告的时阵强调讲，一定要完成立法。相信经过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顺利完成这一重要立法任务。针对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是一定要做，若是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进前接见港澳政协的时阵，嘛捌表示，港版的国安法就是要针对港独、乌波等等的势力。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的行为？从国家层面进行香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归根到底，惩治是极少数。针对真侪香港人烦恼讲，若是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会失去言论的自由。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是表示，相信条文会写甲真清楚，互香港人有依据避免犯法。未来嘛有可能sẽ拿像香港英国殖民时代政治部来收集证据，到时阵來進行反中國滲透等等嘅工作。睇嚟佢如果有需要嘅時候，一定係會咁樣做啊！咁佢即係講咗話中央會跟佢需要。譚耀宗指出，香港警方負責治安，無一定有情報資料會當來處理國家安全事務，需要專業嘅機構甲人士來處理。針對香港嘅自由可能會去受到侵害，各國嘛攏來表態聲援。Hong Kong maintain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especially if the law is passed, it's hard to see how Secretary Pompeo could make that certification. If he fails to make that certification, there are consequences that come with it, sanctions and others. 欧布莱恩呼吁中国若是积极要通過港版國安法，會去危害到香港嘅國際金融地位，而且意思若講，國務院可能會來制裁。並帶香港總統批電考是投訴金融時報，呼籲中國硬殺港版國安法嘅代誌，必須喺日去6月份特別舉辦嘅七大港業國集團 G7 嘅峰會議程內底。若是原本是香港前殖民國嘅英國，都媒體報道，首相強生未來有可能會接受香港嘅難民，互因接受英國護照甲居留權。記者綜合報道。中國想要推動香港版本的國安法，卻引起香港人民的抗議。咱的總統蔡英文也在 Facebook 強調講，台灣甲香港人民徛做伙，若准香港經濟發生變故，會當停止適用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條約政黨是打算要修訂港澳條例，透過實際修法作為來協助香港人。
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甲所有民主阵营伙伴甲香港人民徛斗阵。但是香港经济发生变化，依照港澳条例60条应停止适用，政府会密切注意后续发展，适时进行必要应变做法。国安会副秘书长蔡明安认为，港版国安法一旦通过，一国两制将有破灭。假如中国的人大会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那这代表中国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承诺已经破灭，所以就变成一国一制了。对，朝这个方向。蔡总统也讲，要对香港提供必要援助。国民党呼吁政府爱敬香港，莫干论罪口号，应该提出实际做法。民众党认为，港澳条例第18条无明确提供救济管道甲协助寻求庇护的机制，已经提案修正，即阵立法院通过一读。能够在法律的这个规范上面，让他们能够比较快速的取得一个庇护的申请程序，那认定上面也不至于是个案式的，而是有一个程序跟通案。那么我想第18条也给予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最重要的并不是去推翻整个港澳关系条例。港澳条例第60条明定，港澳情况发生变化，造成本条例实行有危害台湾安全的可能时，应停止适用。陆委会讲，蔡总统不是放弃香港，是警示中国卖互经济恶化。学者认为，港版国安法若通过，将有香港内地化。那港澳条例宣布停止，法律适用回归两化人民关系条例，对香港人来讲更加不方便。入出境的这个快签、免签等等的东西都有规定嘛。香港的这个学生，那么在毕业之后，可能在台湾比较能够有发展的这个机会。这个审查对于港资、对于陆资还是有不同的这个看待。但民期讲，一旦停止港澳条例，香港人投资会比较中国资金审查会更加严格。香港人申请来台湾，也会对伊写资料，变做爱找台湾旅行社、大送件，也有存款证明才会用的。工作方面，港澳条例允许香港人比照外国人士放车伫台湾工作。台湾即阵也无开放中国人来台湾工作等等。民众党时代力量也坦白讲，修难民法是上歹做法，必须爱细心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24日全国人大国际记者会顶头表示讲，美国有一寡政治势力伫咧影响着中美关系，要互中美的关系出现新冷战，也搁再强调讲一个中国原则。咱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也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无允准中国来讲长讲短。现在要警惕的是，美国一些政治势力正在绑架中美关系，试图把中美关系推向所谓的新冷战。中美贸易战也未结束，搁拄着武汉肺炎疫情，互中美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呛声美国用词一点嘛无咧客气，嘛因为台美关系继续咧变好，王毅嘛伫记者会顶以3个坚决反对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真有对美国敬格意思。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于台独分子借意谋独予以鼓励和纵容，奉劝美方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下国内政治的算计，正告美方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王毅强调，中美若是合作对两国拢好，若相敌拢会受伤。不过，咱外交部强调，伫国际上交台湾民选政府有权代表台湾人民。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嘛反击，讲王毅这种讲法真无聊。王毅这种说法是非常无聊，而且并不符合国际的一个现实。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有我们独立的，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整个主权的一个行使，也不容中国说三道四。无论是对美国、对台湾，也是对香港，中国的态度拢真强的。尤其是推动香港版的国安法，更加是引发争议。台北市长郭文泰嘛伫面册大文指出，如此一来，恐惊会亲像北方甲太阳故事内底北方风愈吹，民心愈冷，走愈远。安尼的举动嘛会加深台湾人民讨厌中国的程度。反送中事件搁伫眼前，北京当局无应该一直咧做同款的失败的代志。记者郭彩妮这间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今日下晡台北市的瑞湖新湖二路发生工程意外，有3个工人伫咧下水道施工的时阵，却因为一氧化碳的高度有较高，人就开始伫咧戆啊。台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也随派人去到现场处理，也把这3位工人送到病院治疗。
消防另外为伫暗坑边啊，对小水沟泼落去，因为有3个工人唔知人掉伫内底，在警消合力之下，甲3个人救出来，送往内湖三军总病院甲台北医学院来抢救。一个人，然后下去清理。对，下去清理，他就软掉了。他们看他软掉，好像在叫他，再下就是又下去，对，救他。对。刚刚意外发生在新湖里路遮，工人当时要去做小水沟的工程，因为小水沟河油塌掉咧，其中一个工人落去捅，却是因为树立利用化炭哩唔知人。另外2个工人看到要去救，拢双双掉伫暗坑内底，现场的利用化炭受力偏悬。因为污水下水道是属于局限空间呐，所以容易会产生硫化氢、甲烷、一氧化碳等有害的气体。台北市府表示，小水沟属有封闭环境，暗坑可以生成一氧化碳，也有天然气。3个工人因为树立一氧化碳哩唔知人掉喺内底。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的方面，黄山下和方面，也搁伫咧台湾附近，在马仔那阵是山北边较往南部的地区的所在，在南部甲东北部有可能会出现地震雨。伫咧拜2到拜4，还搁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落南，规个时阵台湾的天气拢会无够稳定，也望请民众着爱注意。看到日头啊，延过北台湾的好天气，到拜2就要变天。梅雨地流方面已经开始慢慢挖过南部地区。自8月南部、东半部开始落雨，拜2开始全台湾拢变天。明天的晚上开始到礼拜3这一段时间呢，是一个锋面南下的过程。那锋面南下的过程，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呢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一直到礼拜4都是锋面影响的期间，大家要特别注意。伫拜5了，锋面慢慢离开台湾的过程中，南台湾也是有一寡所在落雨。伫8月5透早6点31分，宜兰的花莲外海附近也发生规模5.2的地震。宜兰所有的震度是到4级，花莲3级，台北只有2级。地震急报中心分析，这个所在是板块交接的所在，伫过去就定定发生地震，是正常的能量释放。那在一个地方，也算是地震活动相对比较频繁活跃的一个地方。那在过去20年资料来看的话，平均每年大概都会有一个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在最近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地震，就在去年的8月8号父亲节的时候，也有个规模6.2的地震发生。受到这件地震的影响，台铁宜兰到和平之间是降速，台铁也派人顺铁轨路加电车线的设备。伫8点52分时阵，列车恢复正常。这边影响的列车是17列次，旅客是2430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南部甲东部的超级大水雨也造成农业的灾情。伫咧家己得家的奶子已经连续2年拢无法度顺利收成啊。今年恐怕又果是只好是春年2成尔。另外，伫咧高雄有菜园啊、甲稻啊参农淹水。伫咧台东的高丽菜甲西瓜也因为这个大水雨未付秋收，全部煞拢乌有去啊。家己管有540公顷的奶子园，即马得家的奶子就伫袂当收成。毋过顶礼拜的大雨造成树仔顶的奶子真侪拢闭开，情形是真严重。农民讲，即马一丛奶子的树仔，敢若剩2成至3成会当采收。伊拢准备10超6、7成掉了。一定是搁闭的啦，等这吼，反正毋知有3成。高雄地区的玉荷包拄着连续几啊天的大雨嘛挡袂牢，是落甲规涂骹。2、5总算雨有较细，毋过高雄部分的水圳水位也是满的，菜园浸着水，种落的菜拢乌有去，还佫有部分早冬的稻啊，去互水淹过了后，就拢倒去。高雄市目前农业损失估算面积有125.5公顷。对于这个灾损的这个受害稻，也可以来透过就是公粮跟辅导公粮以及余粮商的收购每公顷可以到6500公斤。咱若台东的高丽菜情形嘛是真歹，含水量上过悬，超过300粒的高丽菜闭开。另外，台东阁有农民种15公顷的西瓜，已经到分啊，煞因为连续几啊天的大雨，拢浸伫水底，还阁有可能因为种植的面积无符合农业灾害的救助标准，无法度申请到救助，农民是感觉真无奈。即使它的作物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去联合其他乡镇市地区的部分如果有一并都受到天然灾害的损害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并的统整。
提醒农民大雨了后，若是农作物受到损害，都要甲各乡镇公所申报，由各县市政府转报去中央申请天然灾害的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水分明。日本在日前有几个城市解除紧急状态，日后在东京、千叶等等的大城市，以及着北海道在2、5也解除紧急状态。日本政府感谢民众的配合，也呼吁民众尽量迈出关，避免参与大型的集会。全ての都道府県において緊急事態措置を実施する必要が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ふうに認められ、緊急事態解除宣言を行うことが了承されました。从4月初7，日本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来，经过个半月，真侪所在武汉肺炎新增加的确诊人数已经较低落。由学者、专家甲官员组成的咨询委員會，因為安尼認為會當解除緊急狀態。伫咧正式宣布進前，日本政府專工感謝民眾的配合。欧米のような強制的な外出規制などができない中にあって、極力8割、その接触削減に向けて国民の皆さんにご協力をいただいたことや、感染リスクと隣り合わせの中で献身的な取り組みを続けていただいている医療従事者の皆さんのご努力などの賜物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改めて感謝を申し上げたい。当然，解除紧急状态并无代表一切都恢复正常。日本政府也是呼吁民众尽量踮伫咧厝内，而且避免参与大型的聚会活动。另外，亲像东京恢复营业的百货公司是品管袂部，经理以下全体的员工喙暗甲面罩也是爱挂的。机构关即间国中恢复上课了后，除了室内的课程，全部的人爱挂喙暗。户外的体育课，老师嘛要求学生伫咧运动的时阵爱保持社交距离。针对个半月了后会当解除紧急状态，有的民众是感觉真欢喜，想要甲朋友做伙去唱卡拉 OK， 嘛有人感觉是真烦恼，惊讲疫情会阁反酷。东京都的地事小池百合子认为讲，放零管制当然是好代志，不过各方要是爱注重必要的防疫措施。经济学家嘛提醒讲，为着卖互经济活动阁一届面临着紧急状态的冲击，治疗甲预防的医疗措施嘛是真重要。也若政府嘛爱互民众甲企业必要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用上紧的速度来看欧美国家的疫情消息。伫咧美国的种树纪念日日假，有真侪人出来行踏，也因为放假了后，正人出来行踏，有一寡州因为确诊病例也开始增加咯。另外，伫咧澳洲的新南威尔斯2、5学校重新开放，学生总算会当回来上课咯。另外，9月意大利的威尼斯雅典会继续照常举行。为着享受日头，甲心情放互轻松，美国几下海边仔出现人阵，真侪美国民众当咧拍拼适应新的生活。伫咧顶望种树纪念日的假期，出门要是爱挂喙暗。It feels great. I mean, just hearing the sound of the waves. 不过会当去海边仔行行咧，无代表面对疫情就会当无惊心。专家表示，为着武汉肺炎的患者，有40%伫咧发病进前无症状。另外，北卡罗来纳州、甲阿肯色州当伫咧疫情的高峰期，还佫有维吉尼亚、马里兰、那布拉斯加、甲伊利诺伊等等的州，还佫有华盛顿特区，新增加确诊的人数嘛，佫咧直头增加当中。纽约州有限度的解禁，嘛提醒民众保护家己甲社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Number of deaths ticked up, which is terrible news, but the overall line is still good. We're preparing for Long Island to open. We're getting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ready. Starting today, all the New York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will be able to begin training camps. 澳洲新南威尔斯为幼儿园到国小6年的全面恢复上课，真久无见面啊！哪开始还佫有淡薄仔青分，伫咧老师的鼓励之下，学生是真欢喜，佫倒转来读册。新南威尔斯甲昆士兰2、5恢复上课，不过集会甲实地考察活动要暂停实施。另外，因为疫情较稳定的关系，威尼斯观光的人潮豆啊转来，嘛为着要振兴经济，意大利按算6月初3开放边境，后面地区的人士会当自由出入。意大利嘛是全球疫情上严重的国家，18正式解禁，头毛店、餐厅、商店、博物馆甲教堂会当重新运作。威尼斯雅典嘛会伫咧9月份如期举行，不过因为疫情冲击到全球的电影产业，参加的电影可能会较少。另外，伫咧疫情会当掌握的情形之下，西班牙马德里、甲巴塞隆纳的餐厅2、5开始会当重新恢复营业，不过干那限制伫咧户外的区域。群聚的限制是放0到10个人，部分的海边仔嘛会开放。不过，伫咧某一寡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的所在，要是爱挂喙暗。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巴西。巴西因为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4万人，也变作是全世界第2严重的所在。美国白宫24也宣布讲，禁止14天前去过巴西的外籍人士入境。伫咧全球发生新冠病毒疫情以来，巴西右翼总统波索纳罗家己讲，干那是小流感，反对防疫封锁甲社交距离，坚持经济优先的政策。原本佮得到川普俄罗工作甲真好，毋过顶日确诊病例超过34万人，变做全世界第2了后，白宫宣布，自到半暝开始，到美国进前14天以来，捌去过巴西的外籍人士就禁止入境。白宫新闻秘书麦凯尼伫咧声明当中指出，这会当帮助确保伫咧巴西的外国人袂变做因国家的其他感染源，而且这项限制袂去影响到两国的贸易。去往合作热带川普的波索纳罗也作风真强，有真侪争议。巴西最高法院日批准公布一段内阁会议的影片甲会议记录，内容是波索纳罗维护家己的文件的备案，讲伊家己袂等警察来变家己的亲友，若是无法度甲因换掉，就换主管；袂当换主管，就换部长。迄当阵的司法部长莫洛听了就离开现场。几啊天了后，波索纳罗家己开除联邦警察署长瓦雷修，莫洛嘛气甲失职。影片佫出现波索纳罗用歹听话来骂主张封锁，反对重新启动经济地方首长。O que esses caras fizeram com o vírus? Esse bosta desse governador de São Paulo, esse estrume do Rio de Janeiro, entre outros, exatamente isso. Aproveitaram o vírus, tá um bosta do prefeito lá de Manaus agora, abrindo quadras coletivas, bosta. 巴西电视台播出这段影片了后，波索纳罗的声势降低，伊反驳讲影片无证据显示家己干涉警察，毋过嘛有适量的支持者伫咧20时走去街路示威表达支持。波索纳罗不闹闹出现，现场侪人近距离的关注，而且佮伫遐大声喝休，毋过无挂嘴暗的是占多数，嘛互防疫专家看甲心惊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委内瑞拉的地界内面，有全世界上界侪石油含量，却因为管理问题甲受到美国制裁，连油厂的产能却受到影响。但也爱面对着燃料油欠缺的问题，伊朗也出手派5只油轮，载着150万桶原油送到委内瑞拉去。合作在富豪的油轮23进入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的经济海峡，委内瑞拉海军甲空军派军人甲战机一路护送这只伊朗的油轮去北部的卡拉波波省的炼油厂。美国海军甲海岸巡防队拄好一支舰队伫咧加勒比海巡航，执行防范毒品走私的任务。毋过美国官方并无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挡伊朗的油轮。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日是透过个人的电视台感谢伊朗政府对因的斗相共。Ha llegado a Venezuela precisamente el día de ayer, el día en que finalizaba el Ramadán, el mes sagrado de nuestros hermanos pueblos musulmanes, ha llegado el barco Fortune. 在富豪带头的5只伊朗油轮是伫咧这个月初经过苏伊士运河航向南美洲，总计载150万桶原油甲原化油，预计当满足委内瑞拉2-3礼拜燃油需求量，嘛运一寡化学物品来帮助委内瑞拉启动炼油厂来生产汽油。委内瑞拉的石油量是全世界上济，毋过最近20年以来，却因为管理无妥当、贪污，还有美国的制裁之下，原本一天会当提炼130万桶原油的炼油产业崩盘。今年3月底，甚至开始实施严格配给制，民众透明伫咧加油站头前排队，敢若为着要加济30粒的汽油。De donde sea no importa, no importa, no importa, lo importante es que este es el país más rico del mundo y no debemos estar así, ¿me entiendes? Porque hay riqueza, hay petróleo y todo, no sé qué puede pasar, será mala administración o qué puede pasar, pues. Pero, como vuelvo y repito, debe haber un culpable siempre, debe haber un culpable o varios culpables que no estamos haciendo las cosas bien. 伊朗甲委内瑞拉拢是美国经济制裁名单面顶的一款国家。川普政府伫咧这个月初捌表示，考虑要对这场运油的行动采取措施，毋过宣布后手详细结果。若是伊朗总统罗哈尼是伫咧23搁一届来警告，若是油轮叫用阻挡，伊朗会来采取报复的回击。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在今仔日去到高雄视察罢免韩国瑜的选务筹备。李进勇也表示讲，这回选票伫5天进前就会送到位，也利用网络计票是上界准，而且是上界正确的方式。也因为罢免韩国瑜的日仔特别近晚咯，真侪攻击啦、抹黑的话拢是风声蹦影，警方也开始调查。
6月7日罢韩进入到达时间，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去高雄先视察新的投开票所，1823位的投开票所内底有88位，甲顶一届市长选举有无啥共款，而且这嘛是头一届有民众出招主题，互李进勇甲厝主的手压掉咧，向伊说多谢。我要感谢咱这民间的好朋友咧，恁主动提供互阮来做投开票所。我们现场也会来采取直播来跟各位分享这些讯息。李进勇真无用的视察6个点，而且嘛表示，这回罢韩的投票会采取网络计票，嘛会伫咧网络直播，完全公正公开。毋过对投票的日子愈来愈接近，最近伫咧高雄4界拢伫抹黑。维克的发言人温立真受气表示，有心人士超过伊讲罢韩的相关人士涉及8案，就是惊韩国瑜调查，即发起罢韩的行动。嘛因为安尼，温立直接去派出所来报案，希望警方会当甲幕后的中间人找出来。这种讯息在网络就很多，然后我们也就想说大家有判断能力，可是在选举剩下没有几天了，10几天了，对不对？那我们觉得这种东西企图干扰投票。高雄市长韩国瑜针对罢韩行动也是无加讲啥，照常出席市政行程，无聊时表示会等待警方调查。韩国瑜虽然无正面接受媒体问问题，毋过透过人面册向市民来表达，伊对市政有偌尔用心。佮强调讲，即届大水雨虽然有积水，毋过水是退甲比淹过还佫较紧。这次1天不到把水都退掉了，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自豪。本来预估2年到2年半，全高雄淹水要全部解决。目前为止，大概在1年半左右，可能要把淹水治好，可能还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韩国瑜希望市民佮予一寡时间来改善水灾问题，虽然无直接讲到罢韩，毋过会当感受到韩市长想要透过对市政的用心来得到认同，不离个高雄市民感谢接受，大家看6月7日罢韩的投票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市明仔载透早爱去花莲加甲宏观的立法委员布坤基，在今仔下晡4点，说是提早到花莲地检署来报道。执行检察官确认伊的身份了后，也甲伊送到花莲加。原本传票的时间是在4月26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30分。那原则上就是指定这个时间，请副委员报到。但是副委员呢，在今天下午他就自行过来报到了。依照法律的规定，他要提前报到的话，我们原则上都是会尊重他。然后我们就受理了以后，我们就依法来做相关的程序，然后来发监执行。立法委布坤基防指控差开自中益华良等公司的股票，被判刑2年10个月。昨昏伊在 Facebook 顶头表示讲，伊就算带着立委的职务封关，也会继续关心乡亲服务未停止。花莲县议会在今下晡进行县长的施政报告，特别100名反对北芳市街场的民众去到议会陈情。县长施真伟也表示讲，县政府绝对会尊重民意，不过也是爱先互北芳开讲听会，民众若准是无法度接受县政府，才来甲因剔除牌照。为着要向县长施正伟表达坚决反对普丰设置市街场决心，军把为互林地民众利用县长施政报告时间到议会陈情。帮我们把我们的心声传递出去，能够达到徐县长这边，因为我们真的找他找很久了，要跟县长澄清。那之前县长给你回应过吗？他还没有跟我们见面过。大家拿着抗议布条，敢若亲像包围艺术厅同款，互县长施政报告进入压力。议长建议暂停议事，互县长接受民众陈情。业者必须有跟我们所有的乡亲说明的义务。如果没有共识之前，花莲县政府会予以搁置，甚至撤照。这在全国里面是没有的。不过，抗议民众坚决反对市街场的设置，希望县府直接剔除证照。双方讲袂话，县长要挖头离开，民众转去找议长陈情。没有，他直接转头就走了。县长不在里面，有议长接好不好？好，议长加油！我们花莲县议会现在有组这个抓弹小组，这个王艳美议员当总召，那他会强力来监督这个案子。谢谢，拜托议长。而普丰集团是表示，5月27日的媒体说明会也是在台北，6月13日红林公听会也依法办理。不过详细地点甲时间会搁甲双方确认了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那讲到粪扫的问题，伫台中市是愈来愈严重。负责处理台中市粪扫的3个焚化炉，处理量早就在2015年时阵达到限制啊，而且分散焚化炉伫11月特别停止啊，恐怕是愈来愈歹处理。有真侪大楼的管委会也表示讲，甲人清粪扫业者却是趁着机会甲人起关价。回收业者来到这个社区大楼，虽然汽车特别短电啊，不过也是无法度甲回收物件全部清完。礼拜天、礼拜一最多。是。然后6日1最多了。敢若回收物件就头壳真痛，社区主委提出相片。讲，敢若这个月月初啊，尔粪扫就真多，因我甲社区出入口拢塌掉咧，互当地民众10天无法度倒粪扫。原来是文山焚化炉5月初发生故障，800多户的大社区粪扫唔知要摒去倒位，而且清运费也一直起。差不多3天吧，3天我们都垃圾都没丢啊。他要调他就调啊，我们有无能为力啊。他的说辞是说，如果你不满意，那他们可以不做。你自己去找。主委提出清运公司报价单，2个年度清运费就起了6000块，其他业者起过较多，只好无奈继续签约。理由是除了营运成本提悬，也文山焚化炉在今年的停炉来修理。文山焚化炉营运到即阵已经24年，是全台内底上旧的，每年爱处理全市20万吨的粪扫量，占全市1/4。内底96%是来自集合大楼，由清运公司负责。不过11月3楼会全部停起来。目前它现在大概每天可以处理600吨，它当初它的设计是900吨啊，它已经退化了，大概减少300吨的每天的处理量能。台中市环保局讲，台中3个焚化炉在2015年已经拢拔电啊，到2018年粪扫进厂量已经比焚化量较多，只用加强源头减量。而粪扫清运费用问题属有市场机制，市府不应介入。不过，若是起付超过合理幅度，未将影响公平交易委员会检举进行行政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由于疫情的关系，在2022年国中会考有2个考生因为无挂嘴音的问题，害因的考试科目无法度顺分数。有人认为讲这个处罚伤过严格，不过全国市委员会却认为讲，这2个考生是唔听考劝，调工无爱挂嘴音。有一个考生是全部无算分数，有一个是一科无算分数。教育部一再强调，今年会考就要专程挂嘴音考试，若无迄项科目会拍0分。要是有2位考生违规，全国市务会决议，第1位考生除了社会科，另外5项科目拢未有分数。第2位考生是英语科目算0分。不是只有拉下来，他是真的拒绝佩戴嘛？我们原本在考试前特别强调的这个防疫规范，如果说定了然后没有执行的话，那这样对其他的遵守的考生其实也是不公平的。考生唔挂嘴音，就是条意告要违规。张芬兰讲，市务会无讨论伤久就通过。全中西也认为讲，考试正常的宣导，考试场也有配套，决议合理也尊重。高中的老师讲，高中这5专的招生名额是比全国20万考生人数更较多，5科0分要是通去填私立的高中职。我们不可否认，现在有些私立学校它是没有做会考成绩的门槛，学生其实拿着国中毕业证书就可以来就读，就是他可能也有招生的压力。2位考生明明知影规定是安怎，阁会安尼做？新北高三工会是认为讲，应该去了解岗位伊的特殊性。也有老师私底下讲，少数的学生对课业是无兴趣，阁袂当唔参加会考，考试敢是咧交代尔，才会伫咧考场逐年拢会出现学生伫咧考试的时阵拢咧困，也是无看重规定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公布107学年度高中职应届毕业生是继续读册，或者是去食头路的调查，有23万多人，有19万的毕业生会继续读册，也有6000人选择补习，或者是明年再拼一遍。中心准备的人数平4当前增加特别1倍。搁在9月就要对高中职毕业学生有什么打算嘞？我会继续选择念书，因为我觉得学历还是蛮重要的。上管理的那些知识学好之后，再去进入职场。高职学生要读科大，高中生要拼大学，继续读册早就是主要的路。
教育部公布107学年度高中级毕业生解放调查，23万1000名学生，普通科占4成3，是103学年以来头一摆超越专业群区，整体升学率8成2，6成4人读私立大学。低微就业未升学的13000人内底，6000个人全补习，也是准备订考，比103学年度的3000人增加1倍。中仑高中校长孙明峰认为，甲迄一届是大学个人申请，最后一摆全部采取学测5科有关系。单采记它的几个专长科目的话，那他们在申请入学的阶段是可以申请到可能比现在更好的学校，跳回来跟下一届的学弟妹一起再参加学测。虽然继续读册也是主要的路，高职就业比率也是有慢慢上升的情形。103学年是13.1%，到107学年是升到14.5%。其中最hiệu大甲餐饮业有7521人，是各行业上多。餐旅业在找工作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那造型科的部分，也是因为现在的服务业吧，然后美容产业也很蛮兴起的。教育部106年起实施青年教育甲就业拄贴户头，主要申请的大部分是高职生，高职这方面也认为有帮助。不过高中校长讲，会申请的高中生也是真少，想要继续读册，也有家长反对是主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规日24点钟拢无休困的册店，敦南成品册店5月底就特别收起来咯。未来这款24点钟的营运会交由信义店来运作。未来也有24点钟无休困的唱片行甲超市，要提供予民众多元的服务。好听的钢琴声、德布西的月光，伫咧册店的四界拢听有。这是诚品信义店3楼，5月底就会来接敦南店变做24小时营业的册店。同一层楼嘛有24小时的唱片行、超市，还有营业到半暝1点的清雅咖啡甲调酒，向多元化来经营。人客拢讲真欢喜看到这款的经营方式。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就是说你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应有尽有的感觉，就是一次供给，就是一次满足这样子。因为时代了，我是这样觉得。因为书店如果你只有书的话，人家兴趣可能没有那么大。诚品册店表示，信义店的3楼超过17万种的册，是敦南店的1.8倍，面积阁是2.5倍。将来嘛安排阁较侪音乐家甲艺术设计者来展演活动，嘛互深夜册店对1.0升级做2.0的版本。不过多元化经营，敢是减少一点册店的感觉咧。我想是除了这个阅读以外，我们增加了其他的这个可以选择的品类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是用冲淡来形容。诚品强调讲，这是提供读者多元多味的视野，来打造生活甲人文阅读的博物馆。董事长吴明杰捌讲，以前唔敢把开31栋的头一间诚品馆起来，不过信义店因为利用的空间较大，后一个20栋有更较多元的可能性，落尾选择伫遮继续实现诚品和台湾有24小时册店的社会承诺。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伫咧滨东的香港有一条街，拢伫咧行鸟仔巴。不过10月冬进前，居民开始进行保育计划，真要做出成果啊！社区也当咧争取讲，希望家己囥伫远的平仔营规划做壁楼啊博物馆，互众人了解保育的重要性。一阵一阵的壁楼啊飞来过冬，不过壁楼啊若飞来香港遮，定定互居民望来行做鸟仔巴，卖互游客。甚至阁有香港行鸟仔巴街，社区为着洗清乱掠壁楼仔的恶名，10多年前开始进行壁楼仔的保育计划。一年拢过来一届，若过来就足济，拢互香港的人有拢伫掠，掠拢钓咧伫卖，好后来人就一直改甲讲，即个动物袂使甲掠，甲保留起来，全部甲掠，全往一个博物馆里再做纪念安尼。原地惠平仔营经过整修，转变做全国独一无二的壁楼仔生态教育园区。透过标本和相关文物，让民众了解香港居民对乱掠到保育壁楼仔的过程。原本是阿兵哥的军营，那搬走以后这边荒废，那乡长就向那个上方去申请经费，来把它变成一个伯劳鸟的那个园区，那交给香港社区来经营。那我们接着这个案子以后，就花了很多心血，在从事充实里面的展出的内涵。自从野生动物保育法实施了后，壁楼仔已经互政府列做保育动物生态园区，记录当地居民的改变，
也正做当地重要的观光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的文化处即阵就在咧鼓励民众就提供旧相片，而且希望讲配合访问，找出屏东县的变化。未来这寡宝贵的历史资料，拢会放一份入去国家记忆库内面做保存。家乡历史规拍开100个相片，内底的相片记录过60年前屏东的景致。这群少年人穿1960年代的穿插，未输坐时空机飞登去过去屏东的繁华。因伫咧市区摆搭收集旧相片，找出演过屏东的历史甲文化。为了这个活动，特别打造穿越时空而来的时光摊车。这个时光摊车会请时空旅人来骑乘，走遍屏东，收集全民的老故事。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为着保存屏东的文化资产，屏东县政府文化处举办征收旧相片的活动，对5月日头收到8月，以超越时空做主题，邀请民众提供和屏东有关系的相片。主办单位要结合文书工作者做深入的访问，要将在地的历史甲文化整理出来，再搁以数位典藏嵌在咧国家文化记忆库。无论是屏东县常民社会生活、地景街廓、民俗记忆、祭典节庆，或者是人物团体等等的照片，只要它是具有收存、文化收存还有运用价值的照片，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投件。透过一张一张的旧相片，屏东县文化处希望整理出老屏东的模样，也让后辈了解屏东的因过和现处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河美的培英国小，因的老师利用惯起的塑胶杆仔，甲学生囡仔了解生活当中的科学，咱也做伙来看卖。甲一个搁一个塑胶杆仔摆好，发出真美妙的声音。这是中华河美镇培英国小的老师甲学生找出气压和音乐顺序的连结，一个研究的成果。摕到今年中华县科学展览国小物理组的第2名。保特瓶在不同的气压下会产生不同的声音。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想解决气压的大小与音阶的关系。不同大小的保特瓶在相同压力下，音阶又会有什么差异？同时也想了解编钟的制作与编钟的发声原理。在这个实验内底，囡仔发现讲，不是所有塑胶杆仔拢通做乐器。为外形到种类，甚至连风吹啊，拢爱斟酌见过。老师嘛讲，这个实验上困难的所在是，逐工的温度无同，会影响到气压。这个实验呢，难的地方呢，其实在于说，它因为每天呢，气温会有影响到气压的部分。挑出数值来之后呢，因为会不太一样，所以呢，最后都会进行统计平均，然后呢，最后再得到结论，然后把它记录成那个我们的。数值板，他们困难的地方呢是在于说，有的时候是有点小变动的。我们实验过，发现快干胶，因为是3N 的那个胶状的那个快干胶比较好。培英国小的校长就表示讲，平常时就鼓励学生囡仔为生活中来找出科学的元素，透过实验哪做哪学，唔哪趣味嘛会当把原理记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台湾也有游艇王国的称号。在2019年外销的订单，台湾是亚洲排第1的。高雄的游艇业者第3代接班人黄宏文，伊有信心讲会当拼过这批疫情。咱也做伙了解到台湾游艇的故事。游艇伫海上开甲真紧，撇开热天，心情是真好。台湾一直有游艇王国的称号。根据世界各国80英尺以上游艇订单的统计，2018年台湾排名世界第4，亚洲第1，外销是1亿6500万美金。2019年台湾排名世界第6，依然是亚洲第1，外销是2亿2000万美金。每年的产值超过1亿5500万美金。经过1个月行程，台湾上早历史的帆船制造商将有把这只船交予国外买主了。这是黄宏文因兜所做的游艇，41年来已经做了500多只帆船，加40多只游艇。其实咱即马做船的主要的竞争力是咱会当客制化，咱的价效嘛袂歹。其实咱的竞争对手拢伫迄个澳洲遐，因的价效拢较悬，因做船的时间速度嘛拢较慢，所以咱伫台湾做其实优势是
足济，咱阁有一个足强的生态链，就是咱有足济厂商，足厉害的人伫台湾去甲咱斗相共。所内底游艇事业也毋是讲拢真好。1980年是游艇业上好的时阵，全台湾一年研究2000只的船。1990年台票升达落到上价，真侪业者挡袂牢，毋是倒去就是外移。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搁倒一堆。黄宏文讲，船厂内底造船卡船的声音陪伴伊大汉，伊是少数甲军留伫台湾的船厂第3代。上大的梦想，毋那是做出豪华技术馆的船，而是提供客户幸福的感觉，互客户会用开着家己的船，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2度到30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新加坡看骑鹅伫咧佚佗，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什么会当当做嫁妆嘞 ？A. 流汤 B. 蒙梨啊 C. 眠床。哇，有够困难呢！我感觉眠床是会当做嫁妆的。阮所有的答案拢是决定 C. 眠床。啥那眠床？因为因大家讲眠床，敢若是南方那边爱传的。拜甲拜三暗时8点，恭喜台一台，全家有地位。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头拄啊，看一个负责人，甲我讲伊遮疼，遮疼。我是一位好医生，我当然爱详细甲伊检查一下。咱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妇女病。妇女病汉字写做妇女病。罗马字写做何乌夫，罗乌鲁，本诶病，夫第7条，鲁第2条，病第7条。若讲到妇女病，真侪甲月事有关系。月事嘛，常用日语的外来语“咩事”来表达。第一摆去看妇科的时，医生拢会问讲月事敢有正常？若是少女，会问头一摆是当时来；若是年岁较大的，就会问讲当时煞经。真侪查某囡仔月事来的时，拢会腹肚疼。这个时阵，咱会使炖一寡红豆汤来啉，也是摕雾烧包来捂好烧，拢会当减轻月事来的无爽快。查某囡仔平常时为着保护。生本就有一寡清清、差不多无色无味的分泌，这是正常的。若是感染着，有时阁有无好闻的味，叫做呕味。这种症头叫做白带。
嘛有人讲是白带。若要预防妇女病，尤其是一寡较严重的病症，亲像子宫喙癌，平常时咱就爱定期检查子宫、生管、子宫喙这寡部位。政府提供30岁以上的女性免费的子宫喙抹片检查，医生会用抹片、卫生镜、超音波这个方式检查，规个检查的过程只要6分钟。若有问题，会进行更较详细的检查，只要量早处理，大部分的病拢会较好治疗。例如妇女病、月事、绝经、子宫、生管、白带、子宫喙癌、抹片。虽然咱今仔日主要咧讲妇女病，不过无论查甫查某，拢会记你定期做身体检查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